究竟如果可以俾你住喺全香港數一數二嘅超級豪宅區九龍塘，能夠住喺你身邊嘅唔係周潤發、林子祥、汪明荃，就係各大上市公司嘅老闆超級大佬。如果可以擁有呢一種咁有品味嘅豪宅氛圍，究竟係一個點樣嘅體驗呢？今日 Kenny 即刻同你去感受下。有這種事。Kenny 咧今日就同大家嚟到呢個九龍塘雅前圍道一個令你可以一眼就愛上嘅 Park Cottage。我哋嘅項目咧擁有41項目，喇沙、拔萃、馬利諾、嘉諾撒呢啲神校咧，全部都係同你近在咫尺啊！保證咁多位爸爸媽媽咧完全唔使擔心啊！而且由我哋嘅項目咧去翻地鐵站咧，就係2首歌嘅時間啫，輕輕鬆鬆行翻出2個街口，全香港九龍新界嘅巴士線，甚至乎機場嘅巴士、小巴士咧，全部掌握之中啊！而且我哋嘅 Park Cottage 咧係由設計過呢個香港國際機場嘅 Wilson Song親自操刀啊，外觀高貴得嚟咧，非常地襟睇啊，完全經得起呢個歲月年輪嘅洗禮啊！熒幕前嘅咁多位，如果需要更加詳盡資料，記得評論區或者後台俾個11 Kenny，Kenny 會將所有資料極速送上。咁廢話都唔多講，即刻將 Kenny 鏡頭過嚟睇睇，全香港最頂尖數一數二嘅豪宅九龍塘，除咗擁有豪宅嘅氛圍，而又好矛盾擁有出色嘅交通網絡嘅 Park Cottage，究竟發生咩事？3000尺嘅空中別墅，獨立電梯大堂當然唔少得啦。不過老實地講句，我哋呢個電梯大堂咧就真係唔算好大啊。不過最大好處就係慳翻啲靚位擺翻我哋室內入邊，即刻入嚟望下先。750平方尺嘅大廈飯廳當中咧，唔知熒幕前嘅咁多位呢排有冇睇過啲咁巨型嘅單位咧？而且我哋整個單位當中咧，750平方尺做咗個大環廳俾你，整個感覺氣勢咧完全存在啊！嚟到我哋飯廳部分啊，我哋會見到一張可以擠到12人嘅大飯台啊！咁而且咧擁有一個3.9米咁高嘅樓底，就算做翻個巨型嘅水晶吊燈咧，完全零違和感啊！過到嚟客廳方面咧，有冇見過？真心有冇見過？一個客廳竟然可以擠個 O 字型嘅梳化都完全冇問題喎！除咗可以擠翻部150寸嘅大頭石銀幕之外咧，望住出邊一個咁大嘅環廳景觀咧，哇！真係神也動容啊！嚟到我哋露台部分都係精華所在啊！一個闊度超過4米嘅大露台，完全吸收晒我哋呢個獅子山嘅天地靈氣啦，再加栩栩如生嘅景觀咧，喺度呼吸每一啖你對高濃度嘅氧氣啊！買得超過3000尺嘅大豪宅當中，呢邊應該係你2至3個工人嘅小天地啊！入到嚟整個空間非常地誇張，兩邊並排嘅空間咧，儲物量空間包括你屋企住10個人都完全冇問題啊！而且我哋入邊用嘅電器品牌全部都係最頂級嘅 Miele 套裝，抽煙機咯、4爐頭、微波爐、焗爐、大廚級嘅 Miele 巨型大雪櫃，全部一應俱全啊！而由於咧我哋係舊入契設計啦，所以我哋分開咗2個露台嘅，其中個露台咧擠咗廚房部分，有咩好處咧？就係你嘅姐姐洗完衫之後咧，直接攞出去晾咧，非常地方便啊！嗱，3000幾尺喎，房間特別多啦。但係住得我哋咁大嘅單位咧，有時唔多唔少咧，可能喺我哋單位入邊咧都有啲老人家或者行動不便嘅朋友仔啦。咁所以我哋其中一間房咧就喺下邊嘅。不過你先睇咗我哋嘅洗手